車，下班列車將由2號月台開出。Your attention please. Next train will depart from platform number 2. 請勿衝入車廂或阻礙車門關閉。為保安全，車門停在非常時候，請不要衝進車廂或是妨礙車門關閉。咦？我哋要將呢個事情。嗯。